歡迎光臨北角站，以下使用引導徑前往客務中心、入閘機、月台及無障礙洗手間嘅路線指引。而要前往客務中心，請於閣下現時身處位置後轉，沿引導徑前行至第一個分車口左轉，然後前行至第二個分車口左轉，再前行至盡頭，便可到達客務中心。如要前往入閘機，請於閣下現時身處位置後轉，沿引導徑前行至第一個分車口左轉，然後前行至第三個分車口右轉，再前行，便可到達入閘機。如選擇使用樓梯前往月台，請於入閘後，沿引導徑一直前行至第二個分車口右轉，然後前行，便可到達通往月台之樓梯。到達上層 L2 月台後，沿引導徑一直前行至第二個分車口右轉，然後前行至盡頭，便可到達往堅尼地城方向之月台。到達下層 L3 月台後，沿引導徑一直前行至第一個分車口左轉，然後前行至盡頭，便可到達往柴灣方向之月台。或到達下層 L3 月台後，沿引導徑一直前行至第一個分車口右轉，然後前行至盡頭，便可到達往寶林或空城方向之月台。如選擇使用升降機前往月台，請於入閘後，沿引導徑前行至第一個分車口左轉，然後前行，便可到達通往月台之升降機。到達上層 L2 月台後，沿引導徑前行至第二個分車口右轉，然後前行至盡頭，便可到達往堅尼地城方向之月台。到達下層 L3 月台後，沿引導徑一直前行至第一個分車口右轉，然後前行至盡頭，便可到達往柴灣方向之月台。或到達下層 L3 月台後，沿引導徑一直前行至第一個分車口左轉，然後前行至盡頭，便可到達往寶林或空城方向之月台。如要前往無障礙洗手間，請於入閘後，沿引導徑一直前行至第三個分車口左轉，再前行，便可到達無障礙洗手間。